秘魯首都利馬今個月初有巴士失控跌落山坡，造成幾十人死傷。有道路專家話，香港唔少山坡防撞石壆唔夠高，如果雙層巴士失控，未必可以阻止類似秘魯嘅悲劇。就好似山頂道近僑福道路口一個彎位嘅石壆，只係高大概60厘米，唔足以阻止雙層巴士跌落山。佢認為至少要1.5米先至穩陣。呢個情況呢，其實比秘魯嗰個情況更嚴重啦，因為呢個懸崖係超過20米嘅。如果有車因為失控或者因為碰撞嘅話，導致失控，係成架巴士或者旅遊巴呢係反咗落去個懸崖嘅話呢，咁嘅後果呢係會災難性。再睇下荃錦公路嘅石壆，只有20厘米高。西貢爛泥灣嘅彎位石壆亦都唔算高。其實路政署喺多年前已經修訂路旁防撞欄標準，至少高度都有1米，但部分高危路段未有提高防撞級別。路政署回應話，一直按實際情況同需要檢視山坡道路嘅防護設施，並因應道路同現場因素決定防撞欄級別。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